廣東靈異檔案。大家好，我係嚟自清遠嘅 V 仔。呢個故事係我聽一個同學喺國慶假期聚會嘅時候講嘅，非常刺激，亦都非常之詭異。咁我呢個同學呢，係做租車公司嘅，佢話喺16年嘅時候，有一日就有一個30幾歲嘅廣東嘅男人過嚟佢公司租車啦，最後係租走咗一台天籟。咁呢個客戶簽嘅租車合同係租2個月嘅，車上邊裝有呢個 GPS， 即係話部車去到邊度都可以馬上監控定位出嚟。我同學就話啦，呢個客戶身高大概1.8米到，體重估計都係140到150度啦。個樣貌呢，睇上去就係嗰啲精人啊。咁呢部天籟租出去40幾日之後，有一日就有公安嚟到公司揾負責人，亦即係我同學啦，就將佢帶翻咗派出所。經溝通同查核同案件冇任何關係之後啦，公安先話俾我同學知，原來佢哋公司出租嘅一台天籟喺鄰省出咗事。原來該地區嘅警方呢，早前就掌握證據，對佢哋其中一條村嘅一個豬場展開收網捉捕。咁個豬場入邊其中一間房呢，其實就係製毒工廠嚟嘅。不過喺收網嘅時候就被毒販發現咗，然之後4名毒販駕車狂飆逃跑，警方就開始追捕啦。毒販就將車一路狂飆到國道，警察就一路緊追。咁毒販開嘅呢部車呢，就係我同學出租嘅嗰部天籟啦。咁當時喺呢部天籟車上就有2名毒販係持槍嘅，佢哋竟然從後排嘅玻璃度直接開槍射向後面嘅警車。咁啊，警方馬上還擊啦，喺拐彎嘅時候，終於咧係將車上邊後排嘅2名疑犯打中嘅，終於都係成功逼停呢台天籟啦。咁個2名中槍嘅疑犯都係當場死亡。我同學知道成件事之後，一身嘅冷汗，並且喺第2日趕到咗鄰省，遞交所有資料，想話將部車提翻嚟。總之喺2個月之後啦，佢就見到咗呢部天籟，並且係成功提走嘅。我同學話，當佢再次見到呢部天籟嘅時候，佢根本就唔相信呢台車係自己嘅。車上邊全部都係灰塵，後排有16個彈孔，玻璃全部碎晒，2個轆爆胎，車嘅表面全部都係撞擊痕同埋磨痕，簡直就係一部出現過重大事故嘅事故車咁。不過好彩嘅係，佢檢查之後發現呢，發動機同埋其他部件都冇咩事。如果唔係，就真係要報廢啦。之後我同學就將呢部車全車翻新、換件、噴漆、維修，用咗3萬幾蚊。呢啲係唔可以報保險嘅，所以都冇辦法啦。不過件事仲未完噶，呢部天籟翻新之後呢，檢測過之後全部合格，又可以上翻路。於是乎又繼續翻到公司供客戶租用。只不過呢部車之後租出去10幾次，其中有一半以上嘅客戶反饋話呢部車有異響，而且佢哋反饋嘅情況係一樣嘅，都話喺夜晚呢部車行緊嘅時候呢，後排有啲砰砰砰嘅聲，就好似燒炮仗嗰啲咁嘅聲。咁當然啦，啲客係唔知呢部車過去嘅情況啊嘛，所以每一次我同學只能夠向啲客戶解釋話部車嘅底盤有問題啊，要去檢查一下咁咯。終於咧有一晚，我同學忍唔住就自己開部車去睇下係咪真係咁多異響呢。佢話路上開住嘅時候，突然之間砰一聲，我同學當場就嚇咗一跳，然之後全部車窗搖晒落嚟，停喺路邊，跟住拍咗2下方向盤，開始大聲爆粗口啦。喂，我屌你老母啊！你唔好亂喺咁搞啦，唔好搞我啦，我做生意嘅啫。然後到第2日呢，我同學個心入邊依然囉囉攣啦。佢就話想將部車賣咗佢啦，點知就好長時間都冇人要啊！部車而家仲喺度嘅，不過之後開呢，就冇嗰啲病咁嘅聲啦。不過我同學話，始終就覺得開部車好唔自在，而且有時候會有一種想嘔嘅感覺。仲試過有一次，車入邊突然之間有一種好臭嘅味道，唔係死老鼠，總之講唔出啦，反正係好惡心嗰種臭啦。甚至乎有時候會聽到後排有啲
拗嗰啲座椅皮嗰種聲啊。之後我同學又揾一位師傅睇過部車啦，嗰個師傅一睇部車都唔敢行埋去，佢就話：哇，呢個你都係揾其他師傅搞咯，我啊唔敢掂啦。跟住嗰個師傅水都唔飲咁就走咗啦。跟住我同學都係唔甘心啦，又揾過兩個師傅過嚟睇，點知兩個師傅都係睇咗部車就咩都冇做，同我同學講話，部車可以賣就賣啦，唔可以賣就報廢啦，唔好再嚟揾我啦，咁搞唔掂噶。所以而家部車我同學又真係唔敢開，亦都唔敢租啦，就只能夠放喺車庫度。不過我同學又好似冇咩特別嘅怪事發生啦。今次件事就講完啦，多謝咁多位。事情發生喺80年代早期，咁有一年啊，村入邊山洪爆發，隔籬村一個20幾歲嘅女人就被洪水沖死咗，佢屋企人就將佢嘅遺體埋葬喺佢死嘅地方附近嘅山上。嗰陣時外公大概係40歲，亦都識呢個女嘅。咁啊喺2、3年之後嘅一個墟日啦，外公就早早起床，天未光就趕路去趁墟啦。路上就要經過嗰個女人死嘅地方。外公話佢一路都有陰陽眼嘅，佢話嗰時佢踩住部單車，親眼見到嗰個女嘅喺佢面前飄過，仲坐咗喺佢單車頭上。因為嗰個女嘅坐喺車頭，外公睇唔到路，就咁盲中中咁衝咗落人哋啲田度，塊面都刮到損晒。咁農村人呢，挨挨碰碰都係好正常嘅，所以外公都冇當一回事。後來仲有一次，佢好夜先翻屋企，又係踩住部單車，又係經過嗰個地方嘅時候，佢突然之間見到嗰個女嘅就企喺嗰個地方望住佢。今日因為驚啦，外公又踩住部單車衝咗落山。今次就冇咁好彩啦。直到第2日天光嘅時候，外公都未翻屋企，屋企人就開始緊張啦。於是成家人就帶住條狗沿路去揾人。到咗嗰個地方嘅時候，條狗就對住山下不停咁吠，跟住大家就去山下揾，冇幾耐就揾到咗仲未醒過嚟嘅外公。因為喺山下啦，大家只能夠揾一部拖拉機過嚟，將外公拖翻上去，再送去鎮上嘅醫院。當時醫生睇完之後就話啦，暈咗太耐啦，可能救唔到啦，家屬要有心理準備。就咁，外公喺醫院瞓咗2日，又冇醒又冇斷氣。外婆覺得有啲唔正常，就帶住我阿媽去揾一個叫做孟蘭嘅神婆。我阿媽只有16、17歲咁啦，嗰陣時對封建迷信又比較控制嘅，所以佢哋都係偷偷咁去問。一去到孟蘭度，孟蘭就話啦：今日係年初一，你哋唔好喊住，過咗今日佢可以醒就會醒噶啦，唔可以醒嘅話，即係佢唔想醒。佢啊，俾一個女嘅睇中啊，呢個女嘅係死喺洪水入邊嘅。佢跟咗你屋企男人好耐噶啦，趁佢時運低就推佢落山。講清楚情況之後，孟蘭就叫外婆去山上揾啲野嘅黃茅，而且講明一定要係山上嘅，山下嘅唔夠力。翻去之後咩都唔好講，因為嗰個女鬼仲喺外公身邊。然之後孟蘭就開咗一道符，叫外婆翻去燒咗，放喺水入邊俾外公飲咗佢。但係外公喺昏迷中根本就飲唔到水，佢個2排牙齒合到實一實。後來係舅公用螺絲批先撬開外公嘅嘴，將啲符水灌入去。跟住神婆嗰邊就開始用黃茅打鬼啦，將嗰個女鬼趕走咗。呢個時候外公先醒翻，佢第一句話就係話：喂，我好餓啊，好餓啊！食咗嘢之後，大家就問外公咩回事。外公就話嗰個女鬼想要佢做佢老公，佢話佢自己有家室，但女鬼話唔緊要，所以就唔俾外公翻屋企。後來外公就見到有人去打嗰個女鬼，跟住佢又趁機醒翻啦。件事就係咁啦。
多謝咁多位。呢個故事係一名資深嘅華航空姐最近同我講嘅。佢話喺2002到03年嘅非典時期啦，當時嘅航空業都受到咗好大嘅影響，上座率非常低，好多航空公司直接就放員工無薪假期。而故事就發生喺亞洲某航空公司一架由澳大利亞飛往其他國家嘅航班上。咁因為非典啦，呢班機嘅乘客非常少。當日上完客之後，地勤人員就將乘客名單交俾組長，並告知佢本班機共有68名乘客。組長當時有事，就叫咗4號空姐幫手清點人數。4號清點翻嚟，話俾佢知有70個人。咁組長就認為呢4號空姐可能眼花數錯啦，跟住佢自己又去數多次，確實係68個人。於是組長就關機艙門，並通知機長準備起飛。起飛後，空姐開始為乘客準備飲料服務。呢架大飛機有2條走道，組長同3號空姐喺左邊，4號空姐同埋2號空少就負責右邊。喺飲料服務即將結束嘅時候，有乘客要4號空姐幫手。4號空姐就拜託組長送2杯橙汁過去 58H 同埋 58J。 當組長攞住橙汁去到嗰度嘅時候，先發現呢2個座位空嘅。於是佢就翻廚房問4號你係咪記錯座位啊？4號空姐話冇錯啊， 58H and 58J 啊嘛。呢個時候4號都茫然啦，佢就自己送橙汁過去。飲料服務之後係送餐服務，3號同4號主要負責喺機艙入邊俾餐，組長同埋空少就負責跑廚房為3號同埋4號填補物資，順便再意思送幾個餐俾幾個乘客。其實主要都係3號4號負責。當佢哋送到58排嘅時候，2號喺廚房未出嚟，右邊嗰度只有4號一個人喺度進行送餐服務。而組長就啱啱從廚房忙完，翻到機艙入邊嘅餐車邊。呢個時候，餐車另一頭嘅3號就對佢使眼色啦，意思係叫佢望望另外一條過道上邊嘅4號空姐。組長望過去，只見4號空姐攞住個餐盤對住空氣講嘢，並且將餐盤放喺 58H 同埋 58J 嘅桌板上邊，而嗰2個座位根本就冇人。雖然組長覺得4號好有問題，但係佢都係忍住疑問，將服務做完先。跟住佢就故意同4號傾偈，問佢話：今日你嗰邊嘅乘客點啊？都滿意我哋嘅服務嗎？4號空姐就話啦：今日嘅乘客都幾好啊，只不過 58H 同埋 58J 嗰2個華人乘客呢，啲穿着有啲怪啊！佢哋居然着住中國古代嗰啲旗袍啊，仲要係一黑一白添，睇起身幾奇怪咯。嗰個航班之後，呢個組長再都冇見過呢位4號空姐，唔知佢去咗邊度。呢個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咁多位聽眾朋友大家好啊，阿谷你好啊。咁我笑起身嘅時候呢，就比較似陳小春，咁我花名就叫小春嘅。今日有2個親身經歷帶俾大家吓，就唔算話好恐怖啊，但係比較靈異嘅。咁啊，應該係06年嘅個時候啊，阿陣呢就比較細嘅，應該得過10歲，讀緊小學4年級啊。嗰時候屋企裏面咧，老豆老母好多矛盾啊，即係成日嗌霎啊，咁啊唔係好方便去照顧我，咁啊走去我婆婆嗰度住咗一排啊，咁啊同佢一間房裏面瞓，房裏面咧就佈置2張床，成90度咁嘅，好似一個直角咁。每晚瞓覺咧就有一盞燈仔開住啊，就視野比較好啲。有一晚瞓覺啊，咁啊聽到個櫃桶聲，咁我突然間醒咗啦。通常咧我瞓覺嘅嗰個睡姿咧就係側瞓嘅，咁啊對住埲牆啦。咁啊唔知房中間發生啲咩事啊，咁當時心裏面好唔舒服啊。天都未光喎，老細聽日仲要翻學㗎，咁啊冇過幾耐咧就聽到個鐘聲響啊。個鐘聲咧就係嗰種落地鐘，
即係每到整數或者係30分嗰時候咧就會響噶，總共就響3聲，當當當，即係嗰個時候已經係3點噶啦。咁我調個身啦，想去話另外一邊瞓，對翻個床嗰個房中間睇下有冇得再繼續瞓啦。咁啊，點知唔調仲好，一調嚇一跳，成個黑影就棟喺房中間，五官係睇唔到佢噶。嗰時候咧就掛住蚊帳，蚊帳應該就係到佢嘅手臂嗰度，大概係2米幾高，好明顯係有頭同埋身，有冇腳我又睇唔到啦。嗰張床褥又遮住咗，真係唔算話太過透明咁啊，就俾佢嚇咗一下，心裏面都算係比較平靜嘅，因為諗咗一下，因為間屋嘅係靠路邊啊嘛，可能出邊有車喺度開緊大燈，咁啊照到唔知啲乜嘢物體咁啊就顯示咗出嚟，但係又好似聽唔到出邊有車聲喎。喂，因為我對眼比較細啊嘛，稍微眯住眼咁啊，扮下瞓覺咁啊，睇下佢會做啲乜嘢啊咁啊，你唔知佢真係識喐嘅我哋。咁啊，慢慢咁向我婆婆嗰張床邊嗰度移動啊，平移噶，好慢。咁當時心裏面喺度諗緊，喂，再睇多一下先。跟住見到佢咧，就到床邊之後彎腰，慢慢咁彎咗落嚟，就好似我哋平時去酒店嗰啲咁啊。跟住見到啲服務員啦，跟住佢話你好，歡迎光臨。跟住佢慢慢起翻身，嗰時候咧，係見到佢。即係正對住我啦，變咗，喂，老細做乜嘢？突然間正對住我嘅咁啊，跟住有種衝擊力啦，直接打落我心靈底處嗰度，即係深震咗一下，即係佢好似行緊過嚟我呢邊咯。咁我即刻眯埋對眼唔敢睇啊，自己同自己講噶嘛，喺度諗緊話，死啊點算啊？繼續扮瞓啦，又想轉身對翻住埲牆，又驚俾佢發現咯。咁啊諗緊瞓覺嗰時候應該識轉身吧？咁啊死啊，唔睇好過睇啊！一轉身對翻住埲牆啊嘛。變咗背對住隻嘢啊！咁啊，心裏又喺度諗咯，又驚佢會做乜，又想睇下佢有冇做乜。如果佢做乜嘅話，我起碼大聲叫出嚟嚇佢唔走都可以嘈醒我婆婆啊嘛！咁啊喺度持續咗思想鬥爭，大概係幾分鐘咁啊。係跟住聽到我婆婆嗰度啊要起身啦，就係走去屙夜尿啊。咁唔知佢會唔會嗰時有冇見到嗰隻嘢啊？咁啊，但係我聽到佢嗰啲聲啦，就係。着鞋開燈一氣呵成㗎，完全冇見到黑影嘅嗰種感覺，就係開燈嗰一剎那，我驚嗰隻嘢跟住佢啊嘛，咁我就一個擰頭望下睇下有冇嘢跟住佢，後面發現咧係冇噶，嗰隻嘢就唔知佢走咗去邊度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故事啊，就可能同埋其他遇到呢啲嘢嘅故事有啲唔同啊，即係冇咁猛係嘛，係啊。可能係比較好彩啲，唔會對自己造成啲乜嘢實質嘅影響㗎嘛。好啊，第二個咧就係喺佛山市二醫院嗰度發生嘅，就喺2年前嘅日。嗰時我婆婆咧就已經係過咗身㗎啦。咁啊陣咧我阿公嘅身體狀況咧唔係幾好，就住咗醫院住咗一段時間嘅。佢張病床咧就係靠喺就係靠喺最牆邊嘅。咁其中有一日咧，我屋企一家人去睇佢咁喎，我上到去見到佢喺度揈手揈腳，但係就冇出聲，叫都冇反應嘅。咁我諗住話企埋啲去叫佢啊，咁啊當時嘅情形係點啊？我老豆老母啦就喺佢張床同其他床之間，即係我冇位過去啊。咁我唯有話走去佢同佢張床同埋張縫牆之間嘅嗰度去叫佢啊。咁一走到過去，即刻有種喺個肚度升到個頭嘅嗰種抽離感啊，即係曉飛咁啊！好唔舒服，因為馬上叫咗我聲公公啊，先叫第一聲公字咋，即係公公咁啊，先叫第一聲，即刻眼前邊全部黑晒，即係睇唔到嘢，黑咗2秒鐘，好似你屙緊屎屙得踎得耐過頭，一起身嗰種感覺，因為成個人頂唔順啦，後退咗幾步，翻去張凳度一坐，即刻有種想嘔嘅嗰啲感覺，就馬上衝入廁所嘔啊，但係都係乾嘔。我老豆老母當時都唔知發生啲乜嘢事，先反應過嚟問我做乜嘢。我話冇事啊，突然間先講。咁然後我阿公嗰邊嘅情況咧就越嚟越嚴重啊，即係佢係一邊講識講嘢啊，但係唔係同我哋講啊，自己同自己講話乜嘢飲晒佢啊，飲酒去。咁我哋驚啊嘛，就即刻叫醫生過嚟睇啊。咁醫生過嚟啊，好快就過到嚟啊，睇咗一下話。都係帶佢翻屋企啊！咁佢言外之意
即係已經唔係好得啊，咁我哋咪嗱嗱臨啊，打電話通知人嘅，打電話執嘢嘅執嘢，醫生就幫佢打咗支好似係強心針啊，就係應該係腎上腺素啊，咁即係等於腎上腺啦。咁好快啊，搞掂執齊嘢，咁啊整好啲出院手續，推住張床又揸住個氧氣袋啊，的佢上車啊，好快就翻到去啦。但係翻去之間嗰段路咧，都係一直講緊話要飲酒啊嗰啲啊。咁啊翻到去喺神台位嗰度擺好凳仔，鋪張木板同埋席同埋啲被仔啊，俾佢瞓上去啊。咁姨媽舅父佢哋啊一收到電話翻晒嚟啦。因為見到佢仲喺度講緊嘢，話要飲酒嘅，咁佢時就係好中意飲酒嘅，好中意飲燒酒嘅，一唔係紅米酒，一唔係玉冰燒。係咪後面見到佢一直話要飲啊？咁啊可能真係好想飲嘅。咁啊佢呢個狀態點飲啫？我哋咪攞啲麵籤啊，整多少米酒咁啊，放落佢個嘴度啊，咁啊呻一呻咁啊係咁熱。咁啊但後面等到4點幾啊，我阿公都攰啊，喺度瞓緊覺啊，已經係即係。曾經以為佢走噶啦要，跟住後尾探咗一下，佢話：有氣嘅，有氣嘅，瞓咗覺啫，可能係。咁啊，大家都好攰啊，叫我哋幾個細嘅翻去休息下先。有乜事嘅話打電話通知，咁我哋咪翻去先啦。佢哋幾個大嘅輪流喺度睇住。我翻到去即刻瞓覺啊！到咗11點幾，一個電話打過嚟話即刻彈起身啦。咁啊，原來叫我去食中午飯啫，咁好嘅嚇。咁啊過到去。阿公係坐喺度，坐喺飯台邊間噶嘛。我叫咗聲阿公公，佢識應我噶，就識叫我個名啊。係啊，咁啊即刻成個心都定晒啊。咁啊，後面一直都冇乜事啊，直到前幾個月啦，前2個月啦，係咁佢啊好安心咁走咗啊，係算係比較好啊。咁啊，其他人咧其實聽到嗰時候，其他親戚啊聽到嗰時候都話覺得神奇啊。因為嗰時好急啊，真係一個電話係咁打通知晒啲親戚話叫佢哋翻嚟睇，而且醫生仲話唔得啊嘛，跟住第2日都係起身食飯啊，仲過咗2年先啊，都係幾好噶啦，算係 OK。咁我嘅親身經歷就係呢啲，唔算話太恐怖啊，就有啲靈異咁啫，係啊，仲要係撞咗啲唔知乜嘢，幫我阿公擋咗一嘢啫，但係個人嘅話係冇乜嘢噶，係冇發生啲乜嘢事。就係擋咗下咁，好多謝大家收聽。更多靈異故事，大灣區奇聞奇事，敬請訂閱南粵奇談。